好多澳門車主揸開自己的愛車，一路都追求行車質感同舒適感。今次呢部澳門帕拉梅拉 4S 專程過關，到我哋鋪頭做一次全面深度大整備。車主反映空氣懸掛出現輕微漏氣，行車底盤零碎雜音，怠速車身震動明顯，冷車開空調有異響，大燈感知信號亦出現異常情況。我哋逐項處理，更換高質量高端氣囊減震配套膠套同減震頂膠，更換發動機機腳、波箱機腳總成，一更換故障嘅空調鼓風總成同前上擺臂，修復大燈傳感器。面對保時捷呢類進口豪車，我哋全程遵照廠家標準扭力數值施工，搭配專用檢測電腦，匹配空懸高度數據，每一項工序都細心對待，唔會粗疏應付。無論係空氣避震維修底盤懸掛翻新，抑或是動力電器配件更換，多年深耕豪車維修積累嘅經驗，先可以穩妥處理各類豪車隱性故障，憑紮實工藝同貼心服務回應各位車主嘅信任。